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先前我们是报道过亚前的鸡农上街路抗议市场禁止限制鸡鸭政策的讨论明细，过度鸡农如稀少，台湾的土鸡产业会受到严重冲击。人工的台湾土鸡其实讲的是胖牛鸡以外的有色肉鸡。现时国内常见的有色肉鸡主要是红毛凤土鸡同无毛土鸡。徛喺国内市场北上边呢，村内两上人工特色鸡，主要是斗鸡、羊鸡、竹北风土鸡同罗氏鸡也斗。也斗一般讲是台湾土鸡嘅品种，其实经过20年嘅有种改良，来克服台湾各地无共样嘅饮食习惯。一斗土鸡价格是维持以前看外表来分配一个品种，还个属水嘅毛。更加市场是唔得显示，消费者看唔出也是乜嘅鸡。有可能过去买个小也个里片嘅胖牛鸡来食，南北台湾土鸡有可能会磨黑到，磨黑又有乜嘅要件呢？向下来了解。有理查天气状况顺好，宜兰来夜鸡农可以想象，躺喺度叽叽喳喳嘅志向嘅。本地茶好，喺走之前，种鸡场嘅主人还见丰富，茶蛋糕要保持比通风，希望鸡子会合适。上好是有休息站哦，小休者啊，后尾门拍开，才搁开的。哦。因为后壁伊无对流吼，伊二氧化碳有无？甲一氧化碳会规个积伫后壁。听听种鸡场嘅主人。日来到位啲苗栗神奇嘅繁殖场，鸡笼嘅度约定几千只鸡嘛，留几10只鸡公，一条都系农场主人特别托嘅种鸡。主腹带、真主腹带都紧托下来，我记下拖啊，记安样。用人工数钱，一只鸡公煮咗批100只鸡嘛，一条鸡嘛生卵率也有75%安高。工人当日托鸡卵属于高效。标准化是99.8度，大概37.7度，固定湿度的普兰几度，19年过后，长出任何婴儿的鸡子，再停等半黑公黑马，希望鸡子体内的水分减少的，就看不马出来的。对啊，因为你不吹出来没有办法看啊，因为它有的。像这个是孵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水分有充足啊。如果你不充足的话，你没有翻起来，那个会当母的鸡哦。工人当家嘅头鸡子嘅师傅孔变开来，分出公马过后，过送鸡来煮以防杀。过后做咗买到国泰血鸡场业，一下血鸡方式，一般鸡农冇过自家血鸡马生卵来孵，但是在从种鸡场一买鸡子，因为按药。种鸡场对市场的变化要更加清楚。我们跟市场较接近的，所以有的要谈消费者的意见，买鸡的人的意见，都去改了。培育鸡种32年的赖林峰，单单同鸡子卖到北台湾、老花东为主。据说佢育嘅鸡，一看一条体气较好生物嘅，最多嘅係珍珠雞、老苗栗上大雞。珍珠鸡的大部分是台中以北，中发啦，中发以北，一跳到台东、花莲都有，台北。目前来讲，是台中跟苗栗，台东、花莲也是有青岛，那产地、那消费地，现在消费地都是苗栗，台东、花莲。台北没有市场。所讲的珍珠鸡，主要的特色，头内是蛋鸡，姜鸡毛毛，鸡嘴、皮肤、鸡脚都是黄的，是法国进口的鸡种。苗栗上大鸡主要的特色，头内是豆鸡，鸡嘴、皮肤和鸡脚也都是黄的。不过，冇做这种有培养的案例，一个品种是苗栗体气小的假生的。改良过来嘅，苗栗行人同好，一般按做苗栗土鸡。伊讲苗栗土鸡都是上大鸡去改良的，
也唔免唔免个纯种的熊大鸡哦，所以给它肉质哈、有个特殊的风味了。它的纤维比纯种的那个熊大鸡有较好食。咁就无一定讲，较无按究。事实上，台湾土鸡的品种广多，无同地区对土鸡的需求也无同样。大体来讲，北部较好食鸡腿，但是係太稀的红毛的黄土鸡；南部山係較細隻嘅羽毛土雞。紅毛、羽毛土雞就佔咗全台灣土雞嘅消費量嘅80%。土著苗地區單係熊大雞、鹽雞，然後竹北黃土雞為主。過年過節時，安尼休個雞，較太，較太雜，拜神明，拜祖先，還無你講過年那時，安尼休個雞，買到嘅，安尼休要休豬嘅啊，休雞啊，佢買到嘅。按過年那些，按要收費就有咯。所以講，休個雞無較太雜，休個時間較長。就算同樣係行人，但是較好較太雜嘅雞種，不過苗栗老新竹實有政策，苗栗較好肉質食以來較堅較軟嘅熊大雞，新竹地區較好較皮嘅竹北黃土雞。按呢種雞休久啊，佢不但講又好食又甜又 Q。又熟太雜，不過佢唯一的缺點啦，即係佢吸得較點乜嘢？因為佢有安胎，所以佢油會較多啲嘅。這個雞啊，它甜度真的夠，然後它不會澀乾乾的很有水分啊。竹北黃土雞條那係大雞。毛老雞腳，但是係烏黃色甘甜嘅，體型較大個，就算又皮又油，新竹地區客人濃好。中港啲耕種嘅時節，油分係最好嘅熱量嘅來源。以前嚟講，大喺3度哦，所以講做啊西啊不較苦啲咧，尤其耕種人，迄個無油氣啊，無油氣啊話，見仔油你可以做西，一定。要有油氣，因為特殊嘅食材風俗習慣，早期較保守嘅客家族都係適合學雞馬生卵來鋪。30年前，中興大學李延伯教授為了掃台灣土雞，以台灣各地一起，就啲新竹客家族遷到較純嘅土雞，也按名做關西雞、老峨眉雞。那沒有什麼關啊，那個就是新竹峨眉的雞。它就是豆冠，那像鬥雞一樣，有點像鬥雞的豆冠，有對。可是它眼神又看起來不像鬥雞，它比較溫馴的鬥雞，溫馴的鬥雞，但是鬥雞的體型。像中華業係做鄉嘅車屋，做韓國適合學雞馬生卵來鋪，一下啲適合屋卡面條切。田地都做嘅細烏雞，就係30-40年前一直留下來嘅種。以前我來，阮大家啊，阮婆婆伊算講有飼，阮雖人伊就雞母也花，雞公也花啦鴨公嘛花，鴨母也花，就安尼飼來。這個雞是啥物雞啊？敢知？這土雞啦，阮咧講是攏講土雞啦，土雞啊。30年過去嘅。一條正經嘅土雞，市面上根本就尋唔到嘅。就算係車屋學嘅細烏雞，也因為接落其他像係熊大雞一條品種落鄉下來學，插夠過後，做見唔係本地嘅土雞。市面上像係苗栗熊大雞，一條商業買賣嘅雞，味道改變體型和肉質，提高雞生產嘅效率，也會傳入國外嘅雞來品種。要切個育種咧，熊大雞都完全是個育種，冇過咧。較自由啦，也全部靠切個育種，因為純種咧佢較細格，佢腳細細隻嘅，也土體啊無按平，也肉較硬。
新竹竹北放土鸡，也因为种研的机会，各间种鸡场都各设传入其他国家品种来做模拟，来做插交繁殖。竹北方案法来讲啊，吼，其要由伫我嘅进口出来转来，然后再改良啦。吼，你像我了解下来讲吼，要由从法国啊，吼法国还有以色列啊，吼，其要由进口。它如果不进行改良的话，说实在，它商业化的行为就没办法去达成啊，所以它是一直演变来的。那所以源头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按样的商业的行为，我追求较高的生产效率、提升体力，给其他抗病的一条基因。现在的这种的物种哈，为了要改善它的生产能力，它把这方面的话的能力都降低了。它的能力，还想说我们的预算全部都放到经济部去的，那国防部的没有钱了，所以一得到疾病的时候，就很容易就生病了。从1961年过後，傳入台灣嘅胖肉雞，就係專門生肉嘅雞種。喺1960到70年代，分擔8禮拜則肉嘅到2公斤，做嚟吃嘅態勢，過量到也合，超5禮拜就要2公斤。因為按樣，肉胖肉雞就像服侍阿公樣嘅，除了需要當完善嘅反恐溫控嘅雞料以外，飼料還可貼配以調整。一般温控啦，伊如摕25度啊吼，控制在25度，对细只也都太吼，唔要比安尼冻多。啊，饲料啊吼，饲了伊如摕入去生物，伊个饲料效率啊吼要够好。他们这种大型饲养，这个基本上动物的话，本来就比较脆弱，这类的动物比较脆弱，所以来的话，所以他们很怕。那如果是一般的土鸡的话，它就抵抗能力比较好。就算胖肉雞免疫力相對較難，用吃的成本像係一般土雞一般。到1971年，胖肉雞將進口10年，就跟接國內雞肉市場一般，限食價每80萬多。不過現在胖肉雞但是要加工調味，對於到較講究的人來講，無合乎美食的標準。較好食的台灣土雞，則勉強有生存的空間。那竞争因为现在是竞争价格，就大家为了要生存的话，你如果没有生产的效率比较好，哦，成本比较低的话，一定会没有人要养，没有，因为没有竞争力啊。32年前，李延北教授就最先成立的台灣土雞保種中心。到現為止，呢個中心僅有7隻品種，3500隻雞嘅保育規模。像香港最純鐵球嘅石岐雞，一창純葉片長球，愛保種最係夾唔啲那熱會用到一條鐵球嘅老土雞。將來的話，哦，它有一天的話，可能這個環境改變，這些雞可能比如說現在禽流感，我們現在雞全部沒有辦法活，就只有土雞可以活。那你土雞都沒有的話，就沒有後代了，就完全都沒有雞的。不過，現今國內還冇乜有唔種嘅概念。本地特隻品種最好應該特隻飼態留100隻雞角，300隻雞馬嘅比例，來減少群禽繁殖嘅問題。最因為留種預算有限條，一下搶做的特隻飼態留20隻雞角，60隻雞馬嘅方式，一組操成鐵油嘅內門雞、關係雞一條，就算有留種計劃。要做的其他年前，乜睇的？關係的雞也是因為沒有後代就滅種，也是因為近親太厲害。對，因為你開始數量少，然後近親，然後就那個沒有後代就滅種。哦，當初的時候，這峨眉雞也是很擔心這樣，但後來還好，就越生越多，運氣比較好了，留下來。按多年來，李延北教授勞心百度，希望用現種嘅方式，讓市場重新接受一條老土雞，還結合台體總研究一條，利用雞嘅基因嘅突變性來做學術嘅研究。中國將有更加多樣嘅價值，將會有更加多年係來繼續學一條品種。
我没有期待说这些鸡会大家都全部吃这种鸡，但是我是希望说这个市场让每一种鸡都有生存的空间。这些地方的特色，这种生长很慢的、效率很差的鸡，有它的一定的市场。不过，按照农会市场专门限制鸡鸭的政策，外发土鸡产业很难生存。像按同年代，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用阿里山的野鸡肉中的老时鸡，就会面对动态的冲击。中国特色鸡，我看其很上的样的来分真假，是的，根本都难以分辨鸡品种。只是现在电宰之后，它杀掉的时候，它最漂亮就是它的羽毛啊。生意上很难区隔它是怎么定位啊。按你现在全面屠宰下去的时候，鸡有时候杀好了，你把它摆在一起，有时候专业人都不一定搞得清楚。因为按样，好在因为台湾土鸡产业就算面对烹肉鸡竞争，然后 WTO 开放鸡肉进口，都很做得维持1年有1亿2000万只，238亿元的年产值，但有可能受到无配套的市场中的限制鸡鸭政策来影响。那如果分辨不出来的时候，这种养的比较久、这种成本比较高的鸡，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存。好，那没有办法生存的话，那么消费者就会，吃起来一样嘛，还没有什么好吃。那下次的话就会考虑就不买了。那最后的话就干白肉鸡就好了。因为国内的烹肉鸡生产的成本，大约喺国外1.5到2倍，复杂合作更加少。喺呢擺假如 TPP 過後，國內嘅雞肉消費單單愛20國外進口嘅烹肉雞，佔39%嘅糧食刺激率，會更加慘。如果你今天的所謂的畜產的部分，那就我們剛剛講，因為你土雞的農民不再生產，因為你政策的不當，以後不生產，那消費者購買白肉雞，而且是購買國外的白肉雞，我們的糧食自給率絕對會更往下滑。那這樣的話，我們所謂的糧食安全或是最終的糧食主權就會受很嚴重的威脅。完全意識跨國財團的烹肉雞，是傳入台灣過後，便宜的養殖成本，亦參與的和國內的土雞產業減少，將做利用鐵油的方面，勉強拿烹肉雞來比。也係政府無配套的做唔得限制雞鴨的政策，呢當然就少雞肉市場會本規矩化財團天天的失態，前面台灣土雞可能表現食到連骨頭都無存。